Tap and Play 玩法非常簡單，亦充滿樂趣。Tap and Play 博彩機嘅即開型遊戲就係實體即開彩票嘅電子版。玩嘅時候，你只需要將現金或者有效嘅現金券放入博彩機度，再選擇投注金額就可以啦。順帶一提，投注金額通常會由4毫子到2蚊，甚至更多，會視乎唔同嘅博彩機而定。選擇好投注金額之後，只需要撳一下 Play 掣，就可以等中獎結果出啦。呢個等待過程非常之緊張刺激。你係咪有諗過，如果可以預測中獎結果咁就好啦？但事實係冇可能㗎。Tap and Play 係一種純粹隨機嘅遊戲，任何人都冇辦法預測到自己幾時會中獎。遊戲並唔需要任何技巧或者策略，會唔會中獎係完全取決於你可唔可以喺咁多彩票入面拎到有中獎號碼嘅嗰一張，而所有中獎彩票都係隨機分配嘅。要記住啊，即使玩耐啲，都唔會增加你嘅中獎機率㗎。你所贏得嘅所有獎金都會自動存入結餘入面，你亦可以隨時兌現。而家相信大家都掌握咗呢個遊戲嘅基本玩法啦，但準備去玩嘅同時都要記得明智投注啊！順帶提一句，只要去安省任何一間慈善博彩中心，你都可以玩到 Tap and Play。